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2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7节，约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大能。对于认罪的人，上帝总是会赐下慈爱与赦免，因为上帝是满有恩典与怜悯的上帝。就如同雅各他的众儿子们，对于弟弟约瑟能够得到父亲的宠爱而感到嫉妒、生气。如同我们一般在讲遗产，许多人总是认为自己才是那个应当得到最多的人。只要看到有人多得，或是自己认为比人少得，他就非常的生气。总之，大家都认为自己不能是少于别人的。如果自己认为自己少得了，自己认为不应该得的人比他多得了一些，他就会非常的生气。先知约拿，他首先违抗了上帝的命令，他逃离了上帝要他去走的一个方向。虽然曾经听命前往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福音，但是他却对上帝赦免尼尼微城的人的罪而大大的生气。约拿不但大大的生气，他还认为自己的生气是理所当然。这个作为其实就是否定了上帝的权柄以及赦罪的大能。圣经这样的记载说，对于这件事，约拿很不高兴，甚至发怒，所以他祈祷说：上主啊，在我离开家乡以前，我不就是说你一定会这样做吗？就因为这个缘故，我竭尽所能的逃往他施。我知道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会改变心意，不惩罚人。所以上主啊，让我死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们知道约拿的自私、骄傲、短视，他只有看到他自己以及他自己所出生的犹太文化的观点与价值观，却没有看到因为他讲了几句话就能够使全城的人悔改并转向上帝这样的一个神迹。他坚持的认为外邦人不配得赦免，他却宁愿因此而得罪了上帝。他完全忽略了上帝的大能，因为人生命的改变才是最难的才是需要神迹的，而只有上帝的大能才能使人改变。好吧，我们就讲如同约拿他本身，他就很难被改变，不是吗？这也难怪耶稣基督要举推罗、西顿为例来指责犹太人的心理刚硬。要是那些行在犹太人当中的神迹都行在了推罗与西顿人面前，他们早就披麻
撒灰，后悔了。结果那一位上帝的仆人先知约拿，却对上帝对尼尼微城的赦免表达了生气。我们来看看经文里面所记载上帝与约拿的对话。上帝回答：你凭什么这样生气呢？于是约拿到城外去，在城的东边坐下来，他搭了一个棚子，坐在他的阴影下，要看看尼尼微城会发生什么事。后来主上帝安排一棵蓖麻树，使它长得比约拿高，树荫遮着他的头，使他感到凉爽。约拿非常喜欢这棵树，但是第二天清晨，上帝叫一条虫来咬这棵树，树就枯死了。太阳出来以后，上帝又叫热风从东方吹过来，由于强烈的阳光直射在约拿的头上，他被晒得快要昏过去了，所以他就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但是上帝对他说：你凭什么这样为这一棵蓖麻树这样生气呢？约拿回答：我怎么不可以？我气得要死了。上帝对他说：这棵树在一夜之间长大，第二天就枯死了。你虽然没有栽种它，也没有使它成长，你还为它感到可惜。那么我不是更应该怜悯尼尼微这座大城吗？毕竟在这座城里至少有12万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并且还有许多牲畜呢。约拿因为尼尼微城被赦免的人而生气，却不知道那是上帝的权柄与大能；也为蓖麻树的死而生气，却不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约拿却因为他自己不能再得到凉爽而生气，却不会因为那许许多多，曾经说12万分不清左右手，不明白是非，而能够回转向上帝人们来欢喜。保罗给罗马教会基督徒写信，他表达了他对他们信心而感谢上帝。在罗马大多数的是外邦人，而这一位犹太裔的上帝的仆人，却因为他们的信心来感到高兴，而感谢上帝。因为保罗他看见了上帝的大能，而约拿却只是因为骄傲而被蒙蔽了。因为保罗看重上帝，保罗说：首先借着耶稣基督，我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心已经传遍天下。上帝知道我常常在祷告中想念你们，我全心全意侍奉他，传扬有关他儿子的福音。他可以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的。保罗又说：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迫切的要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所看重的是上帝给他的呼召，而不是个人的喜好。
因为上帝借着他自己的大能所要拯救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呼召与责任。保罗继续谈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将得生命。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7节，篇幅比较长，请兄姐自己来研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赐下福音的大能，透过耶稣基督赐下的救恩，使我们蒙恩得救。求主帮助我们成为领受呼召的人，不只顾自己，更要看重别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